去客家庄做嘛嘅？你去客家庄做什么？我去吃擂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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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客家庄做嘛嘅？你去客家庄做什么？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来听一下南势剑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的表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来听一下南势剑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的表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来听一下南势剑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表演。我去看客家八音的表演。去客家庄做嘛嘅？你去客家庄做什么？我去买吉酱。我去买金桔酱。我去买吉酱。我去买金桔酱。我去买吉酱。我去买金桔酱。哇，时间过安静呢，大家有想到冇？以下的时间就留一下唔见睇去了。今日课程文化交流篇就到鸦片咯。我係今日嘅主持人涂世忠中古，我請大家繼續嚟關心客家苗栗學院，我請大家繼續嚟關心呢課程以外呢，你咪會帶伴大家行得多、行得精彩嘅課程哦。客家苗栗學院，我留大家講，上來了。